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係2026年6月3號星期三，我係主持人歐陽琪琪，歡迎收睇聚焦多倫多。今日嘅主要新聞有：加拿大密切關注美國最新關稅計劃，全國野火風險持續升溫，聯邦同安省推進住房建設計劃，卑詩省啟動大規模植樹工程，多倫多東部濱水區交通建設再提速。美國貿易政策再度引發全球市場關注。下面一齊嚟收睇詳細內容。美國已對包括加拿大在內嘅多個貿易夥伴加徵關稅。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日前提出新嘅關稅計劃，已對包括加拿大在內嘅60個經濟體徵收10%到12.5%嘅額外關稅。理由係相關國家喺打擊供應鏈、強迫勞動方面措施不足。加拿大政府表示，將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評估對雙邊貿易同加拿大企業嘅影響。分析人士指出，此舉可能進一步增加北美貿易不確定性。加拿大公共安全部表示，隨住夏季嚟臨，全國多地野火風險持續上升。最新預測顯示，未來數週西部地區風險尤為突出，卑詩省同部分草原省份將面臨較高風險等級。聯邦政府已提前部署應急資源，並呼籲民眾提高防火意識。加拿大聯邦政府同安省此前簽署嘅大規模住房與基建合作協議正持續推進當中，項目重點包括建設更多住房、擴展公共交通網絡以及完善社區基礎設施。政府表示，該計劃將為安省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並緩解住房供應緊張嘅問題。卑詩省政府宣布啟動新一輪嘅生態恢復計劃，將額外種植1億2500萬棵樹木。該項計劃旨在恢復受山火及病蟲害影響嘅森林資源，同時提升碳匯能力，助力加拿大實現長期減排目標。多倫多東部濱水區交通項目迎嚟重要推進。根據規劃，新線路未來將會服務超過15萬人口，並帶動大約75000套嘅住宅開發建設。項目完成之後，將進一步改善多倫多東部社區同市中心嘅連接效率，支持城市長期發展。受美國新一輪關稅計劃及國際局勢影響，全球市場持續關注貿易前景。經濟學家認為，如果相關措施正實施當中，可能會提高部分嘅商品成本，並對全球經濟增長構成壓力。市場同時關注未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審查以及國際貿易談判進展。以上係今日聚焦多倫多嘅主要內容，感謝你嘅收睇，我係主持人歐陽琪琪。更多加拿大本地新聞、社區資訊同國際熱點，敬請繼續關注聚焦多倫多。我哋下期見。